22,500個志願者，透過我哋嘅身體力行，履行我哋嘅奉獻、友愛、互助、進步嘅志願者精神。呢一啲成就嘅背後，係多謝每一位志願者嘅辛勤付出，同埋社會各界嘅肯定同埋支持。努力團結廣大愛國愛澳的青年志願者，為澳門志願事業發展貢獻自身力量。